同大家睇一個半島豪庭5座低層私室嘅單位，單位實用面積920尺，3房1套加工人套房。單位嘅廳係一個長廳設計，間隔方正實用，樓底高度3米左右，而客廳嘅窗能夠望到屋苑嘅會所泳池。呢個單位嘅3間睡房間隔都非常方正，並且景觀開揚，採光度非常之好。另一間細睡房擺到1張床之餘，仲可以擺到一個大衣櫃。主人套房用咗角窗設計，令到景觀更加開揚。無論係主人套房嘅浴室定係客廁，空間亦都非常之寬敞。廚房嘅空間亦都好闊落。如果大家想要睇樓或者有任何查詢，歡迎聯絡返我 Sandy。